點解朝早落床腳板底就好似俾針吉咁痛呢？因為經過一晚休息，原本發炎緊嘅足底筋膜會變得僵硬，一受壓力就會產生劇痛。中醫角度睇咧，足底筋膜炎同肝腎不足、氣血虧虛、經絡不通好有關聯，可以話係內虛同外損共同作用嘅結果。足底筋膜有分三大分型，中醫講究辨證論治，唔同成因治法都唔同，大家可以對照下自己最接近邊一型。第一型氣滯血瘀型，感覺腳板底好似有針吉一樣嘅刺痛，痛點好固定，撳落去會更痛嘅，常見於運動愛好者或者係需要長時間企嘅工作。第二型寒濕阻絡型，腳板底有酸酸脹脹嘅冷痛感覺，寒冷天或者冷氣房會特別唔舒服，一般敷下熱水袋或者浸下暖水咧就會緩解，常見於體質偏虛寒或者經常要接觸濕冷環境嘅人。第三型肝腎虧虛型，會有一種隱隱作痛嘅感覺，行幾下就會容易覺得緊，通常會伴隨腰膝酸軟嘅症狀，常見喺一啲年紀較大或者產後嘅女士。足底筋膜炎雖然頑固，但並唔可怕，只要辨清體質，用啱方法就可以從根本改善。